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这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国际空服员，那他们在执勤的时候要穿戴的这个个人防护装备的这个流程。那首先，他们其实是在客舱里面的时候呢，他们本来就会佩戴的口罩跟护目的装备。那护目装备呢，可以是护目镜或是这样子的这个平面眼镜。然后第一步呢，就是他们另外要穿着的东西就是手套跟防水隔离衣。那要穿着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手部卫生，所以他们可以是先使用这个干洗手的设备，然后先做手部的清洁。然后再反复大概搓了这20秒的时候呢，大家等到这个干洗手液已经干了呢，那就可以下一步就是戴我们的这个防水的手套。那通常因为这个手套是放在这个手套盒里面，所以拿出来的时候可以像他们这样子甩一下，就是比较好后面的这个穿戴。那好了之后呢，再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防水隔离衣来拿起来。那这个防水隔离衣呢，其实是跟防护衣不一样，它是这个防水材质，然后是一片装的，然后是从后面绑带子来固定的。然后首先就把它打开，就是要确认是说，这个手是因为它是就是保护的前面的，所以这个绑带的部分是在后面。穿戴完之后，因为背后这个部分自己没有办法绑啊，所以会组员的呢，他们可以彼此之间就帮忙对方去把这个绑带就是固定。那你的那个收音在后面。没有，我想说他们。好，所以这样就是完整的，就是在组员要执勤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全程啊，在这个机上要提供服务的时候，都是穿着这样子的个人防护的装备。那在这个结束执勤之后呢，要脱下来的时候呢，其实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脱之前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还是要执行一次手部卫生，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手套上也有可能就是有摸到这个污染的这个器物啊这些表面，所以还是要这个执行一次手部卫生。再来呢，就是从隔离衣脱掉跟手套脱掉，然后放置在就是准备好的这个那个垃圾袋上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做的方法就是说，尽量不要去碰到这个隔离衣的内面，就是因为你这个污染手套部分是污染的部分呢，就是尽量就维持在这个隔离衣的外面，那里面因为是比较靠近身体的，就尽量不要碰到，然后把它这样子卷成一团之后，他们现在就是因为里面这个部分是干净的啦，所以就是维持就是手呢，手套脱掉之后呢，也是摸在这个内侧的这个部分是干净的部分，然后再来就可以把它丢到这个垃圾袋里面。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说，脱完之后还是要再用干洗手做一次这个清洁手部卫生的这个动作，这样就完成了就是最基本的这个个人防护装备的脱的这个步骤。那此外呢，就是说后面的这个护目镜的部分呢，就是因为这个是重复使用的，所以就是说可以再去用这个酒精啊或者是清洁液啊去做这个清洁的动作。那口罩呢，就是使用完之后也是就是使用之后就不再用了，所以就是可以这样子丢掉。所以这样是完整的这个个人防护装备的这个穿脱这个流程。